重大焦点来看，王金平今早就表态，要争取国民党的总统提名。早起伊甲吴敦义会谈40分钟，针对总统提名的方式交换意见。会后，王金平发表3点的声明：第一，国民党是民主政党，袂当因人设事；第二，初选的办法要公平公正；第三，伊坚信要参选到底。我会后再说好不好？哈，再向大家报告。立法院将院长王金平一到中央党部，就互媒体包围起来，伊赶紧上楼去见主席吴敦义。我们等于不约而同诶。王金平看到吴敦义来，赶紧过去握手，为着翕相，两个人搁握一届，而且拢无干内骨带。我们这都几十年的朋友了。好，那就麻烦。老朋友会谈40分钟，针对国民党来初选游戏规则交换意见。最后，王金平发表3点声明。这个民主政党一定是不能以人设事，我们初选办法一定要符合公平公正的原则。第三，我强调，我重申我一路参选到底的一个信心跟决心。王金平立场无变，不过声明第一点，就讲袂当因人设事，是毋是针对高雄市长韩国瑜咧？王金平伊嘛强调会尊重党的提名作业，另外嘛表态参选的新北市前市长朱立伦要伫初时甲吴敦义会面，整合党内太阳意见了后，初选办法应该真紧就会出炉。